11月底要选举啊，虽然讲哪里个选情伫南部相对有较稳定，不过因有真侪新人加入这个选战，所以讲呢，想要拼连任的参选人，拢必须想办法上媒体上版面。像市议员黄捷昨就去到鲁博餐厅做一工的店长，装扮真古锥，有真侪支持者加这个动漫爱好者，介动漫的人去遐互动。那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呢，是到中情中心去访视这个老大人，甲老大人做练这个瑜伽，可能是呢紧伤安哀叫。即个老大人会人家哈哈大笑。甲头毛拔起来，用高做动作念手语。原本了准是普通的路边餐厅，不过这位是高雄市议员黄捷。不管是买奖做回避爱心、近距离互动，或者是用酱料画出高做鸟啊，黄捷拢无拒绝。去袂少买奖，阁有介意放假的人。我人生从来没有绑过双马尾，就是献给今天了。黄捷27号到餐厅做2工的店长，开放注文较无半点钟人就满。为着选举来出招，另外阁有高雄市长陈其迈。到长青中心访视，欢喜和婆婆妈妈互动，毋但和长辈学茶会，阁亲身来做运动。市长左边，市长这边，好，敢若是紧伤定，动作了客客，结束了后跪伫涂骹真喘，亲民的模样受支持者欢迎。另外，阁有国民党参选人郭志云。我无经商，我无营商，我有大人这块靠山对无？改变原本伫市场拜票的策略，伫台顶演说展现决心。选举伫要登场，哪了参选人拢开始出招，要来争取各种年龄层选民的支持。虽然南部哪了选情和其他所在相比相对稳定，不过因为有真侪新人加入战场，参选人嘛敢会当这个增加互看到的机会，希望会当争取家己伫选民心内上强的形象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